可口可樂博物館位於百年奧運公園旁邊，遊客可以喺呢度了解到可口可樂自1886年以嚟，從地方藥品發展成為全球飲料嘅商業傳奇。裏面1200件嘅展品，唔少都係已經絕咗版嘅廣告同埋產品。我仲試下偷偷打開保險庫，睇下能唔能夠偷走可口可樂嘅秘密配方添。結果都係功虧一簣啊！博物館靠近出口嘅地方咧，有一個 Test 8嘅體驗區，可以隨意品嚐50幾個國家唔同口味嘅可口可樂。不過咧，我飲咗2杯就實在飲唔落去啦。至於紀念品商店咧，我建議睇下就算啦。上淘寶搜一下，應該可以揾到更平嘅添。可口可樂博物館對面嘅就係喬治亞水族館啦。佢喺2005年嘅11月開幕，曾經係世界上最大嘅水族館。但我早喺10年前咧已經去過珠海長隆海洋王國，而家再睇返喬治亞水族館咧，就會覺得面積有啲細啦，而且成人票價要40幾美金。相比起珠海長隆不過300-400蚊人民幣，性價比咧就唔係太高啦。